嗱，我個今節講本攏總兄弟姊妹談，啥時間要謙卑，來求上帝，來希望上帝，來依靠主耶穌。一個人頭二提求節咁樣講到，但係社友在聖經係嘛計呢目珠唔是看到嘅，呢耳孔裏的唔是聽到嘅，呢心中裏的唔是諗到嘅，攏總一節上帝。準備將本每個人寫上帝啥，每個人相信上帝啥，每個人依靠上帝啥。嗱，所以是個世界的行道，知道冇辦法，冇路，屈條路，求上帝，謙卑來到上帝嘅面前，一天佢個一同在。其實了3題8節咁樣講到，上帝講我哋攏總一個工作，你看樣係講我打開門本你，冇一個人能夠。干一個門係講你冇力量，我本你力量，因為呢個力量唔得嘛計講。嗱，因為到你做那個反應行，你冇反對我，上帝開設家嘅門路俾你家，嘛個門佢開俾你，平安嘅門佢開俾你，喜樂嘅門佢開俾你，開心嘅門佢開俾你，讓你做嘅事奉主嘅知道冇路行，屈條路。佢開俾你，但上帝開俾你家，冇人能夠干涉上帝開嘅門。條路工作佢開俾你，也冇人本事干涉上帝開嘅門。這樣是個仰望上帝、禱告嘅上帝，睇聖經講嘅攏做一間唔啲嘅，冇乜到嘅，冇聽到嘅，佢祝福自家，因為這個社會，見到嘅禱告本攏總兄弟姊妹，攏總係講你係冇路冇辦法知道，家唔對兩唔對，你求上帝。因為到上帝祝福你，佢看一個禱告，佢看一個工作，阿你謙卑求佢祝福你，開路俾你，帶你去得勝，帶你去勝利。佢開門俾你，冇一個人到撇下寫能夠干涉，一天佢帶你去勝利。奉耶穌名嚟禱告，阿門。